大家好，親愛嘅朋友，你而家喺 ACW 頻道。如果你想睇架車度加翻啲厚實、夠力、好有肉地嘅低音，但又唔想用晒成個尾箱咁擺咗超大箱，咁你就咁啱地方啦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新產品就係 BD10A 主動式低音喇叭，有黑色同紅色。開始啦！慣例呢，我哋先由配件開箱講起。配件入邊有保養證啦，留意翻背面有齊全俄羅斯所有維修中心嘅清單，仲有使用說明書，入邊會解答你安裝嘅時候可能遇到嘅所有問題。你睇下連接圖都畫得好清楚，一目了然，所以一定要理清楚先。有遙控器可以遠程調校低音喇叭音量，仲有高電平接線端子同埋兩個保險絲。呢個係主動式低音喇叭。如果你唔清楚主動式低音喇叭，即係所有嘢都幫你準備好晒，我哋工程師已經計算好晒一齊，包括箱體設計、導管長度、單元同埋擴音機，全都配合得啱啱好。你唔使花幾個鐘上網嘅論壇研究點樣嘅擴音機、點樣嘅單元、點樣計算導管，我哋工程師已經幫你搞掂晒呢啲嘢。你只需要買翻啲插補線就可以享受音樂。而且呢款低音喇叭呢，最大賣點就係佢個擴音機可以用超低阻抗模式運作。但係我哋一步一步咁講解，而家我哋講下外觀。呢啲低音喇叭呢，分別就係顏色唔同。BD10A 呢就係全黑設計，好經典。至於 BD10AR 呢，就啱晒中意搶眼啲嘅人。佢用嘅型格又有攻擊性嘅紅色箱體，擺咗尾箱一定好搶眼。至於技術規格方面呢，兩款低音喇叭係完全一樣㗎。呢個呢就係經典嘅上位倒轉箱，做工認真，用個厚 MDF 板同高質地氈包住，尺寸好細，深度淨係得35厘米，即係話就算係最細嘅掀背車都擺得落。呢啲低音喇叭用嘅10寸動圈單元，紙張製幕有特別防水塗層，仲有強力橡膠圓邊，令到線性行程可以好大。咁而家講下最有趣嘅部分入邊嘅內容啦。點解呢啲低音喇叭咁勁抽？要答呢個問題，我哋要睇下呢啲低音喇叭嘅核心，就係講緊擴音機。呢啲低音喇叭入邊內置嘅現代 D 類擴音機，因為用嘅希拉技術，效率可以高達95%。擴音機專為超低阻抗0.25歐姆而優化，可以穩定輸出實實在在400瓦壓定功率。低音喇叭單元配備咗高溫雙擬串音圈，阻抗係1+1歐姆，仲有高密度鐵氧體磁石。喺峰值情況下呢，呢個擴音機加單元組合可以頂得住高達2200瓦。你睇下，對於主動式低音喇叭嚟講咧，呢啲數字真係誇張到爆。低音喇叭嘅靈敏度係109分貝，每一瓦1米距離量度。可播放嘅頻率範圍由20赫茲到200赫茲，所有嘢都設計好，方便你快手安裝低音喇叭。有 RCA 插頭，仲有高電平輸入支援自動開機功能。即係話咧，你可以咁難度咁將呢個低音喇叭接駁去原廠音響咧，即使佢 RCA 插頭都得，你只需要喺前面兩個喇叭嘅信號接去低音喇叭就搞掂，佢會自動開機，連揾 remote 信號都唔使煩。下面有保險絲，再下面就係電源端子。左邊面板有個可調低通濾波器，範圍由50到200赫茲，仲有 Bass Boost 調校，啱晒中意重低音嘅朋友。另外仲有輸入信號增益調節。另外一個貼心嘅配件呢，就係有個遙控器，可以遠程控制低音喇叭。你可以將佢拉近司機位，行車途中直接調節音量，唔使特登去後備箱。另外要留意有啲保護網罩，咁樣可以保護單元免受機械損壞。好啦，親愛嘅朋友，係時候總結一下啦。BD10A 低音喇叭係一個即買即用、平衡又夠勁嘅一體化方案。ACW 嘅工程師咧，成功解決咗主動式低音喇叭最大嘅問題，就係低音唔夠力。多得精心設計嘅箱體同超低阻抗嘅擴音機，呢啲低音喇叭可以帶嚟渾厚有力嘅低頻效果。咁啱邊啲人用呢？其實啱晒所有嘅重視尾箱空間，又唔想煩住計箱體嘅單聲道擴音機同低音單元嘅人。正如我開頭講嘅，買嘢插好線就可以享受。多謝大家收睇。
我係 Pavel，嚟自 ACW 公司。記住要俾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哋頻道，仲有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邊款設計。各位，下次見。